蒙古族係中國北方嘅游牧民族，兩宋時期曾經先後臣服於遼、金兩國。南宋中期，蒙古族首領鐵木真統一蒙古國部，喺公元1206年建立大蒙古國，被尊稱為成吉思汗。大蒙古國成立之後，成吉思汗就率領蒙古騎兵進攻西夏同埋金國。不過，因為蒙古商隊同埋使者被花剌子模國王殺死，於是就親率大軍西征。喺1218年滅咗西遼，再喺1220年滅咗花剌子模。公元1223年佔領咗金國嘅北部。喺公元1227年，蒙古征服西夏。不過成吉思汗就喺西夏投降之前病死，繼位嘅窩闊台就同南宋達成聯合滅金嘅協議。蒙古軍最後喺1232年攻破金都開封，然後喺公元1234年同宋軍消滅金國嘅最後據點塞州，佔有長江以北嘅大片土地。喺公元123年發動第二次嘅西征，蒙古大軍佔領咗現今嘅俄羅斯、波蘭、匈牙利等地，到達意大利嘅威尼斯。喺公元1253年發動第三次西征，攻滅咗伊斯蘭教嘅阿拔斯王朝，並且進軍到現今嘅敘利亞。蒙古大軍橫掃亞洲以及歐洲，令到歐洲人驚呼為黃禍。成吉思汗同埋佢嘅繼承人窩闊台、貴由、蒙哥喺40年間進行咗3次西征，建立4大汗國。喺第一次西征時期，喺公元1222年建立咗察合台汗國，再喺公元1225年建立咗窩闊台汗國，又喺1242年建立咗欽察汗國，最後喺1258年成立咗伊兒汗國。蒙古人攻佔咗中亞、西亞以及歐洲大片土地，建立咗橫跨歐亞兩大洲嘅龐大帝國。金國滅亡之後，蒙古就同南宋接壤，雙方時有衝突。喺1258年，蒙古兵分多路攻宋，一路由毛哥率領進攻四川，另一路由佢嘅弟弟忽必烈領軍直取鄂州。第二年，毛哥死於四川合州嘅釣魚城，忽必烈就同南宋議和，北返爭奪漢位。忽必烈取得漢位之後，喺1271年將大蒙古國國號改為大元，自稱皇帝，是為元世祖。第二年將燕京改名為大都，部署南下滅宋。公元1276年，元軍攻陷南宋嘅首都臨安，俘虜宋恭帝同埋皇室人員，大臣陸秀夫、張世傑、文天祥等先後擁立宋端宗同埋宋帝昺，沿海南下至崖山。之後文天祥兵敗被擒，因為堅拒招降，所以最終被處死。去到1279年，元軍圍困崖山，宋軍不敵，陸秀夫背負帝昺投海而死。張世傑亦喺突圍逃走時溺死海中。南宋滅亡，元朝統一全國。蒙古人以絕對嘅武力建立橫跨歐亞嘅龐大帝國，版圖之大前所未有，遠超漢唐兩代。喺面對各式各樣嘅文化同埋種族，以及人口超過自己近乎60多倍嘅漢族時，元朝又會點樣管治呢？下集講，拜拜。